为培训基层学生一队人才，传承一队刻苦耐劳优良传统。嘉泽高中一队教练方良仁特别成立府城宁德先统者顶尖一队，让一队学生伫毕业了后，也当持续接触一队训练，袂让过去的苦练自此中断。我本身在嘉渠高中当一队教练，那因为我们往年要看一队表演都要到北部，那非常的不方便。那刚好我也在高中任基层的那个一队教练。那我想说，如果我在那个南部成立一个一队社团，那是不是让我们南部的乡亲要看这个一队操演不用那么的不方便，而且也更便利？那刚好我们那个一队的刻苦耐劳的精神，那我想说也趁着这一次把它传承下去，让我们未来的孩子能够更有刻苦耐劳的精神。那也帮忙我们现在少子化的三军一队招募一些更多的人才。府城宁德先统职业顶尖一队成立，不但会当延续学生一队生命，更期待会当为国家培养更多三军一队人才，同时也让南部乡亲有更多机会近距离看到一队的表演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